大家好，我係阿 Tom 啊，好榮幸喺 KPC Live 擔任廣東話版嘅旁述。咁今日我哋一齊睇嘅係美金1000、1000、2000蚊嘅魷魚。咁介紹下我哋今日嘅選手先。1號位嚟自新加坡嘅頂場，2號位譚軒譚老闆，3號位 Limitless 嚟自波蘭嘅無限哥啊，線上撲克嘅高手。4號位海洋嚟自中國嘅老闆玩家。5號位黃葉嚟自中國嘅職業牌手。6號位 ST 都係嚟自中國嘅職業牌手。咁最後7號位就係我哋香港嘅傳奇 Elton。咁介紹下一個遊戲先。咁我哋而家玩緊嘅係魷魚遊戲啦。咁每一鋪如果玩家 take pot 咧，就會攞到一條魷魚。咁每條魷魚咧係價值2000美金嘅。咁我哋今日玩嘅版本咧就係有翻倍嘅。咁每當玩家攞到3隻或者5隻咧，就會再翻倍。即係譬如如果攞到3條魷魚咧，就會當 double， 即係可以收6條魷魚嘅錢。咁攞到5條魷魚就會 triple， 就可以5條乘3變成15條。給了我56萬，對吧？就是56啊。咁我都喺線上咧睇咗好多觀眾嘅留言。咁啲觀眾都希望咧就盡量唔好刪剪啲影片，都想聽下啲老闆咧喺台上面講啲咩。咁我哋而家睇第一鋪牌，一個 multi pot，ST 暫時 A high 領先。咁呢鋪牌咧係 Limitless Pre-flop Open 嘅。咁大家見點解佢會玩到咁鬆 Open 92 off？因為每一輪嘅魷魚遊戲咧，第一彎咧我哋都會有2條魷魚，咁所以我哋稱呢個叫做頭魚。咁如果我哋一開波就領先，直接攞咗2條咧，對之後咧係好壓 head。因為我哋一早攞咗2條魚咧，咁後邊好容易去爭取翻倍。咁翻前無限哥 open， 後邊其他3位冇 C bet， 咁佢個範圍就最強啦。咁佢就最多 overpair 喺呢個 board 上面，邊打邊中啦，turn 中咗隻狗。你看吧，這是60嘛，70嘛，80嘛，ST 似乎唔係好順。10萬就是90。咁我覺得 ST 呢個 call 咧，佢唔係話喺度買煙啊，或者買 Jack 咁樣，佢直頭覺得自己煙係壓 head。因為啱啱都講過呢鋪係頭魚咧，咁好多玩家都會玩得比較 aggressive 啲。再打一個 full pot 啊！ST 會唔會捉雞呢？你再給他4萬。兩動這個就行了，兩動這個是90。我靠，這肯定要找個專業的上馬的，不然他肯定錯的。補了60萬，30萬一個底，這是一共90萬。破了90，他現在是90萬的籌碼。你現在，我跟你說，你現在讓阿 King 他們來一個人，叫一個人看着馬盒，不然你這樣肯定會錯的。包錯。
ST 嘅形象喺台上面咧係比較通常係穩陣一啲嘅。咁都見過好多次 ST 咧可以做一啲好大嘅 lay down，可以掉一啲好大嘅牌。還沒打把你搞上了。投降啊 T 哥，T 哥話 OK。他怎麼打的？打。他3B 嗎 open 啊，打1萬，打轉牌，打2牌。哦。嗰樣老闆都好奇啊，問呢鋪牌點打？頂場話打。那用完了怎麼辦 open 然後打。用完是付錢能買嗎？沒有，完全沒了。房子爆牌了啊！3個小時。討論緊啲 time bank 點樣計。我以為什麼2萬就買10個人。但是我到時候我可以賣給你們師傅。海洋老闆話：你哋用晒可以買啲 time bank。我在想，他不會也是為了3連4這樣打吧？天賦。SD Lim Elton 埋伏 Ace King Off。撞到譚老闆 P 9啊！我跟你講，是這樣的，你這個尼瑪基本上不要，你現在要放這個10萬的，放大概出一個多少？比如說200、300，你就在這看着，你看哈就在跟着，上馬的時候要記住嘴上多少，不然你這樣肯定會亂掉的。T 哥 A10 off 會點做啊？咁佢呢個跟咧就好大機會打個 multiple pot，或者有機會俾 Elton squeeze。我操！真的是差點被你想爆掉了。大概在想剛剛那把牌。他為什麼29要這樣搞？我大家以為 ST 諗緊牌，原來佢啱啱唔注意到係到佢。Elton Lim free bet 到4萬，咁啱啱開始咧，大家籌碼比較短。咁我諗，如果譚老闆唔信嘅話，咁再 four bet 都打晒啦。30。冇啦，標準跑馬，一半一半。這麼巧？不是冤家不聚頭啊。沒有保險的，可以協商發2次。可以發2次。可以協商發2次的。那都一次了。那就一次了，好這樣，那就都一次了。OK。佢哋啱啱咧就傾丟唔丟2次，咁但係台上面咧，大家玩家都同意話，永遠都淨係派1次。好，冇啊。普通話的牌。哎，只能還點。再出馬，你們2個人在那兒看哦。看見了。Elton 主要是這個髮型沒以前帥。
搞的发型真是啊，谁搞了个发型？这个发型有问题，啊，肯定有问题。发型有问题，搞的也有问题。那个牌子拖一下不出 A 不出 K 的后再对啊，对啊，听小虎的嘛。嗯，肯定搞的有問題。对啊，譚老闆贏咗 Elton 一鋪，再笑下佢嘅新髮型。還給我了，我剛剛拿的30。当时也30。啊，碼我剛剛30。給我就好。上面個計算又漏咗 Elton 個名，Elton 應該報咗30萬。好，謝謝老闆。谢谢老板。嚟自南韓嘅靚女荷官，第三鋪牌，暫時而家呢係 Victor 有2條魚，譚老闆有1條。咁我哋玩魷魚嘅時候呢，都會加好多黏嘅策略落去。你見 Elton 喺前位呢，都會黏得好寬嘅，即係就算3-4 off 都會黏，因為出邊嘅死錢係好多，咁好容易可以搏呢，用一個1000蚊到2000蚊嘅黏咧去搏，唔使俾一個3-4萬嘅油。要不要让他们泡壶茶给我？绿茶，绿茶就是那种玻璃杯、玻璃壶泡的，他们喝不进。我要杯蘇打水。On the line. That's the line. Why not here? Yeah. Should be fine. 黃葉選擇 open 6-8 shoot 啊，咁我諗呢，佢見到前面嘅人冇黏，咁啊少啲埋伏。咁啊 Victor 同埋海洋都係黏後位咧，咁啊少啲機會有牌。這麼簡單？談老闆看吧。黃葉係一個做好多調整嘅5-30。牌手啊，咁佢都會因應對住唔同嘅對手啊、場上嘅情況咧，有好多唔同嘅打法。咁喺國內咧，好多人對黃葉咧都有好高嘅評價。譚老闆，有咖啡嗎？冰的。咁我哋有時諗咧，對方有冇牌咧，我哋都會根據有冇魚去調整。咁呢鋪譚老闆佢有魚去 open，咁然後 Victor 有魚去 free bet 咧，其實一般個範圍咧都會比較強。
我諗譚老闆都同意啊，即係雖然佢哋後手唔係好深，咁譚老闆都唔揀去 four bet 呢副啤白。無限哥平衡佢嘅個牌範圍 ，check 咗一個 top pair top kicker。無限哥打到1/3。投降啦，譚老闆。咁個遊戲規矩就係咧，每攞第一條魚同埋翻牌嘅魚咧就要開牌。咁 Victor 啱啱攞到第3條魚咧就翻盤，即係3條已經可以收6條魷魚嘅錢。How was Japan? You win? Japan win? 哇，他是故意聊天的，这个。啱啱 Victor 問譚老闆啊，喺日本打牌贏唔贏？咁大家就笑，因為知道譚老闆輸咗錢喺入邊。咁譚老闆就話佢係咪故意聊天？係咪想搞挑譚老真的闆？是想問他有沒有贏。就是那些我玩游戏币挺好的。还有赌钱去滑雪的。对。前面黏咗好多家，咁可能老闆開傾唔出搶魚。俾譚老闆捉到，冇乜料到。咁譚老闆呢個位就 sense 到咧，佢哋個範圍咧唔會好強，覺得海洋喺度搶魚，咁 Elton 喺前位冇3B 一個平均，咁我 Elton 都係冇魚嘅。大家不知道有多少我這個位置我也看不到幾條魚。放，放他的前面的。放這個，對對。那可能不好洗牌，這樣可以看，可以看。我剛才以為我負魚咗。暫時就發生咗一波 all in 啊！譚老闆贏咗 Elton 30萬。7個人的話，應該加4會好一點。7個人，不然你們怎麼？沒有，因為主要那個翻倍也不多。對呀，那個翻倍也不多，你加3翻倍太少了。
通常如果可以有乘什么乘8还是什么，他们就会打比较多。不想搞，由于搞太亂了都。 ST 冇魚黏 cut off，King Jack off。咁 Elton 又可能覺得佢後位冇牌，就揀去 attack 佢呢個黏。話 ST 好直接啊，直接 all in 啊 ，King Jack off。Elton 話你呢個牌就 all in 啊。哎，愛啥啥。這牌 A10肯定扣不到，講實在的， A10同花可能考慮一下，要考慮一下。因為這個扣掉了，麻花可能不要，圈2，不同花係啊。圈2圈太多。你啱啱講錯咗啊！海洋係有魚嘅。咁呢鋪 ST 有魚 open King Jack off，Elton 98 shoot call，頂場都係冇魚嘅 A9 off call。他們兩個沒魚的吧？中文那個。ST 都確認下係咪佢哋兩個冇魚。哇，9 high bot。咁估計呢鋪 Elton 都要輸啲錢啦。Elton 亦都唔打喎，呢個啤狗。服務員在嗎？服務員在不在？那個在，你說要什麼？弄出茶，什麼茶包他媽的！頂場中咗呢個 top bet top pick 下檔，中咗粒都冇分別啊！英式紅茶嘛，要沙巴他們。咁 Elton 冇3B，咁佢唔應該有太多 overpay。你喝綠茶。咁佢 pair 狗已經好大。哇 ！Elton check raise 喎。你那個，廳裡面超哥的那個茶葉拿過來，給他分。打晒啦！看一張就夠了。大家可能覺得點解一個 top pair 咁容易就打晒？咁呢個就係魷魚遊戲好常見嘅情況。咁兩間冇魚咁樣中咗個 top pair，大家都唔會掉啦已經。沒辦法，直播是這樣的，這包都是包。對。這個頂對最後一條魚肯定啊，直播它不是都沒魚嘛，都要很簡單啊3分錢，9分6不了。又係 Elton 受傷啦。 278。這個底。當然你看死亡總決，這可以再調低一點，還是很熱。對。 278。 cover。第一輪魷魚結束啊！咁暫時 Elton 就大水下輸咗2個 all in，咁而家仲要俾魚錢。這些
培训它占咁粗略估計就係淨係無限哥翻倍2000一條，咁啊大概係要俾多11、12條魚左右，2萬零蚊。现在已經是最大的局了，你還挑什麼局？不是大小的問題。打完第一輪嘅情況，的規矩不讓我們譚老闆水上30，我們頂強水上我25。們玩的遊戲都是你定的規矩。咁 Elton 呢就大水下61萬。自己定完之後，他跑了。